春節北上，一家人行程點安排？跟我哋一齊行啦！呢個商場啱晒辦年貨，包心自套定係想準備賀禮，一個地方搞掂晒，揮春就係幾蚊張咋，仲有好多童裝，充滿新年氣氛。下午就睇尋秦記，回憶殺爆棚啊！夜晚壓軸登場，別吃榜餐廳順德宮。今晚嘅重頭戲就係呢個肚包翅，服務員利落展開豬肚，入邊塞到滿滿7兩魚翅，真係震撼到不得了啊！魚翅塞到滿滿，呢個份量香港要1000幾蚊先食到，喺度人均100零蚊就有啦，抵到爆啊！用嘅係深山走地雞同每日新鮮處理嘅厚身豬肚，雞有雞味，豬肚爽脆，真材實料啊！每日新鮮熬湯加海南白胡椒，飲一啖成個人都暖晒啊！爬金山，魚滑厚實超彈，仲有好意頭，金山爬一爬，富貴又榮華。非遺金牌臘味煲仔飯，臘腸油香滲晒入米飯度，鍋巴香脆到不得了啊！春節北上懶人包，行商場睇電影食順德宮，一家人開心過新年。